呢位石，近排聽講咧，怡寶花園咧有一間144年歷史嘅無邊麵啊，144年啊，超誇張啊，一定要試下嘅，就位於怡寶花園嘅榮記無邊麵。入到嚟見到個 poster 咧，佢嘅老闆嘅太爺咧，以前喺無邊賣麵噶啦，到依家咧已經傳承咗第4代噶啦。我哋 order 嘅咧，梗係佢嘅招牌144年歷史嘅無邊麵啦。除咗呢個麵之外咧，佢哋仲有蝦麵啊、雞絲河粉啊、燒臘啊、雲吞麵等等嘅，仲有嗌佢嘅水餃咧嚟試試嘅。無邊麵嚟到嘅時候咧，睇落去咧好似滑蛋河啦。第一啖食落去嘅時候咧係幾唔錯嘅，可惜嘅咧佢嘅芡汁太結咗啦，有啲似鼻涕啦，好鋸呢一下，一定要咧撈勻咗，再等一陣咧食咧就啱啱好啦。問過老細咧，佢哋嘅麵底咧係雲吞麵底嚟嘅，食起嚟咧比起出邊嘅雲吞麵咧更加嘅 Q 彈啦，幾唔錯嘅。加上佢哋嘅叉燒甜甜地咁樣咧幾正嚇。至於水餃咧都 OK 嘅，皮薄餡多。一份無邊麵咧就10蚊嘅，加叉燒係3蚊啦，水餃一個咧就2蚊嘅。我食嗰個我哋下次見。